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关于房地产的小作文，主要是围绕着万科小作文。传言政府要动用专项债资金500亿来拯救万科，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官方的任何回应，没有辟谣也没有其他的说法。相反这个海外的机构对这个说法也是就褒贬不一样。瑞银说万科获500亿协助的报道持审慎看法。瑞银怎么说的呢？他说对万科企业获得内地协助填补约500亿资金缺口的报道持审慎看法，也就是这个消息不一定对。第二个就是有这么回事，也不一定是就能解决问题，叫审慎看法嘛。而这个大摩就更直接了，更露骨。摩根士丹利发表分析报告指出若万科企业获得500亿元人民币的协助，对于中期疲弱的房地产销售和盈利前景的改善作用有限。外媒自己传的小作文，海外的这些机构都表示不信，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对这个消息表示不相信，要谨慎；还有一个是你这个消息即便是真的，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当然了，关于上海、深圳楼市的这么新政传言也比较多，要进一步放开限购，这个就不多说了。他要放开，这个是必然的，无非就是看什么时候，他还能撑多长时间。这个楼市撑不住了，一看又掉下去了，马上他要放开一点，这就是咱们说的以时间换空间了。关于楼市，彭博社它的最新报道似乎也是问题重重，也就是彭博社他对房地产现在又开始持怀疑态度。原因什么？第一个，他说尽管政府要求银行加大对开发商的资金支持，但是发现市场低迷的销售情况导致银行不愿意放贷。彭博社说目前除了上海和杭州等主要城市以外的项目，贷款基本上都已经停滞了。开发商从银行获得资金已经连续第4年下降，这是彭博社说的。但是以我的经验和我的观点，我认为彭博社这个判断是对的。我跟银行打的交道比较多，银行怎么可能把钱给你这个暴雷的开发商贷款？你想一想，现在所有的贷款终身负责制，谁贷出去的钱谁必须要把它收回来，这一条他没办法改。如果这一条是有人说你把它改了，我只管贷款我不管收，那你看看银行有多少钱贷不出去吧？那随便找点什么借口把这钱一贷出去，人家找点什么象征性的东西把一些材料交齐，等到贷款一到手，他就润到国外，两个人2:1添作5，我们俩一分，不挺好的吗？这多容易国内就破产了，经营不善，不就完了吗？最次是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我一个人牢里蹲个10年，出来又是条好，但是一家人对吧，都到美国、瑞士、美国买小房子，所以他这条不能改，你谁贷出去的钱谁负责，而且是连坐制，贷款是一条一条，从信贷员到上面的经理到评审风控，你这一笔贷款出去，恐怕有10来个人签字，这10来个人都要负责任。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把钱给那个暴雷的开发商贷款？谁吃多了撑的？但是上面监管部门要求，政府要求你银行应贷尽贷，那没错我银行就是应贷尽贷那开发商他不是不应贷的吗？他暴雷了，他条件达不到，不是我不贷，是他达不到，达到了我就给他贷。那你说开发商怎么可能达得到？就万科这样的，他也达不到银行贷款的标准，可能风控条件。所以彭博社说，连续4年开发商从银行的贷款都在减少，这个恰恰是就这么回事，这是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开发商救到现在越救越死，死的越多，救到现在万科住进了 ICU 病房，这就是真相。为什么上海、杭州这些大城市他们的项目还可以？因为这几个地方楼市相对比较活跃，也就是房子还有可能把它卖掉，金融机构左思右想，冒着风险给开发商贷款。彭博社说第2条，他说监管部门对楼市的救助措施过于谨慎，不仅力度不足，而且还相当的滞后，也就是都已经暴雷了他才开始救。他说如果政府不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恢复稳定规模高达15万亿美元的房地产行业，将会影响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信心。这个彭博社居然说你如果政府不出钱，不来这个叫使出洪荒之力来救这个房地产，影响外资对中国的信心，这个说法就不太对了。你无非就是这房企借了美元债，反正美元债还不起了，那意思就是这美元债你不还，那哪个外国机构还敢给你投资？3个彭博社说房地产的下滑已经显著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房地产行业的经济贡献率已从大约 24% 缩减到 19%， 房价已经从2021年峰值暴跌大约 30%。 这是彭博社说的对错大家自己去评判。说到外资机构，最近传言也是彭博社报道的，说贝莱德旗下基金在上海遭遇暴雷。什么暴雷？也就是它的抵押物不要了，被银行没收了。知情人士透露说贝莱德旗下一支基金在选择不偿还一处上海写字楼项目的贷款后，
后将相关资产交入渣打银行。因相关消息尚未公开而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称贝莱德旗下一支基金决定不偿还由渣打银行牵头的银团贷款，这笔贷款于去年9月底到期。知情人士补充称，该基金为其2018年购买的上海北岸长丰2栋写字楼贷款约7.8亿元人民币。这一最新迹象显示，中国持续多年的楼市低迷甚至波及到华尔街金融巨头。知情人士透露，贝莱德将售价在购入价格基础上打了7折，但仍未能售出该物业。知情人士称，这笔贷款在2023年到期的时候已获展期1年，贷款人拒绝第2次展期。据亚洲房产信息网报道说，贝莱德2018年以1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从保德信房地产集团手中收购了北岸长丰逸栋和季栋办公楼，总建筑面积达27805平方米。贝莱德没有回应置评请求。渣打发言人不予置评。看看这个贝莱德，那是华尔街排名第1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在股市挨了一顿毒打，在房地产这儿，你看又要挨一顿毒打。18年12亿买的房子，打7折，1.8亿往出卖，卖不掉怎么办？半价给银行了。因为中国的房地产的抵押贷款好像就是50%，你这个房子当时值12亿，你给银行贷款，你只能贷7个亿、6个亿。上海的写字楼打7折都卖不掉，这个说明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上海的经济形势其实并不好，写字楼跟就业密切相关，但大家都找不到写字楼，像租办公室租不到的时候，办公室的租金价格年年上涨的时候，就说明就业形势非常好。但这个写字楼卖不掉，写字楼租金在下降，写字楼大面积的空置，说明这个就业市场非常差。所以第一，贝莱德在上海投资写字楼血亏，这说明上海的经济形势，至少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第二个，刚才彭博社也说了，这种低迷的房地产导致外资投资非常谨慎，影响外资的投资。持续多年的楼市低迷波及华尔街金融巨头，这个贝莱德连遭中国的股市还有房地产的教训，不知道会不会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再看看财新网啊，它有篇文章说，个人债务沉重，贷款逾期后如何与银行协商展期减息。这个恐怕跟很多买房的业主啊都有关系啊。2024年刚刚年满30岁的李刚，2年前手头还有工作积攒下的5-6万元积蓄，对于负债没有什么概念。2022年有日所在的公司看起来势头良好，他在公司创始人的鼓动下参与了投资公司运营的一个项目，为此在几个网络平台欠下了总额30多万元的信用贷款。你看看咱们3年前就天天絮叨，天天说骗你的人可以，不能骗你的钱，拒绝一切投资，什么创业项目再好我都不投钱，我投人，我只出人。但他没想到的是，2023年年中以来，公司运营状况急转直下，濒临破产，创始人失联，借债投资仅仅1年有余的李刚发现自己不仅要面对工资减半和大概率失业的现实，还背负上沉重的债务，收入下降，难以覆盖每月还债压力的他，不得不走上以贷养贷的危险之路，债务随时可能爆雷，甚至计划出国务工偿还债务。近2年来，像李刚这样陷入债务困境的80后、90后不少，通常分为2种情况，一种是个人消费支出超出自身偿还能力，另一种是个人作为商业主体经营不善所致。说42岁的付鹏，这个正好跟他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通名，这是不是高级黑？说目前在合肥经营一家餐饮店，月收入1.5万到2.5万不等，但总负债约400万元，包括以房地产抵押给银行的130万元贷款、美团生意贷、网上贷等多笔网络贷款50多万元贷款、多家银行信用卡共计约30万元贷款，以及100多万元的私人借贷。近2年餐饮店生意不温不火，加上合伙人之间意见分歧等原因，每月近6万元的还款额让付鹏难以喘息。你看看，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就这么多人那么喜欢创业，那么喜欢当老板，以为当老板就是坐地收钱，实际上比打工惨多了。个人债务的困境已经体现在各家银行不断攀升的个人贷款不良率。从上市银行公布的数据来看，不管是国有大行还是股份制银行，个贷不良率均处于上升趋势。目前多家银行个贷不良率都呈现上升，其中2类贷款最为严重，
一个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二是个人经营贷。疫情以来，一些上游企业出现了压款的情况，这导致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一些小微企业经营出现问题，上游使劲压款，但下游企业还贷的压力是刚性的，一些小企业垮掉了。一位大行普惠部人士告诉财新，你看看，这就是我年前说的应收账款暴雷。2025年一定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很多企业根本就干不下去，关门破产。就是别人欠你的钱可以欠着，你欠银行的钱1分钱不能少，到点就得还，不还就拍卖你的资产。在此背景下，希望与银行协商贷款展期或减免利息，实现贷款重组的个人增多。一位国有大行分支机构负责零售业务的人士告诉财新，一直以来，债务重组是银行对公信贷款领域的概念，包括调整贷款利率、期限和还款周期等，但零售贷款中没有这一说法。零售贷款逾期后，该催收的催收，该保全的保全。不过这2年，一些银行的零售贷款领域，尤其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和个人经营贷款，也开始出现风险缓释措施，允许展期重组，甚至借新还旧。说一家专注于个人消费贷的和小微企业经营贷的西部民营银行高管介绍说，当个人贷款客户致电银行协商逾期解决方案时，如果银行通过贷中巡检数据确认客户反馈的大病、车祸、生意失败等情况属实，一般情况下会给予一定程度的利息、罚息减免以及还款周期重组。也就是只要你反映的情况差不多，那你可以向银行申请，银行给你减点利息，贷款往后延一延。金融机构在判断要不要给用户展期、分期或减免利息的核心判断逻辑，其实是对对方还款意愿的判断，即识别诚实而不信的人。一位互联网银行高管告诉财新，不过银行不会主动公开或宣传自己给客户息费减免、重组分期等具体标准或政策，因为这些政策一旦公开，可能但凡因一点小事导致资金紧张，债务人会跟银行商量息费减免、债务展期，道德风险较大。前述互联网银行高管表示，在目前个人贷款息费减免或展期条件透明度不够的情况下，如何操作成为社交媒体上口口相传的经验，也为一些债务中介利用信息不对称招揽业务提供了空间。例如，一些与银行协商信用卡贷款重组成功的个人贷款客户在小红书传授经验，直接打银行客服电话是没用的，一定要找监管部门，拨打国家金监总局的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12378，然后投诉热线会把贷款人的诉求转给相关银行办理，银行就会主动给客户打电话来协商。某头部金融科技集团人士则介绍，该集团消费者保护热线的进线电话中，预计近40%是黑灰产组织代表客户或客户本人经过黑灰产组织培训指导后打来的。这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就是贷款客户提供的各类凭证真假难辨，希望相关部门给金融机构开放一些有公信力凭证查询渠道，以提高机构核查效率。比如大病凭证需要联合卫健部门，车祸凭证需要联合交通部门，此外还涉及工商部门、劳动部门等，否则客户拿出一堆造假的凭证，我们无从辨别，只能按闹分配，谁去监管部门投诉的最厉害，谁先给谁就给谁减免，成了逆向选择。这个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某份股份制银行高管也有类似困扰。需要指出的是，对个人债务而言，与金融机构重新协商还款条件并非全无代价。前述互联网银行高管指出，真正有困难的个人债务或小微企业，在当前环境下要争取到分期、展期等政策并不会太难，但这样处理也必须体现在个人征信上，这会带来一系列后果。按照现行规定，个人征信记录在债务还清后仍需保留5年，在此期间，如果个人需要贷款买房买车，便再无可能。这个对按揭贷款、对债务人暴雷的人来说无所谓，谁还在乎这么5年不能买房买车而且不能贷款买房买车。说比如 A 客户向银行借了100万元，经过协商后利息被减免了，仅足
步偿还了本金 ，B 客户同样借了100万元，本息按时偿还。这2位客户的征信记录肯定是不一样的，金融机构必须要知道哪个是风险相对比较高的客户，否则征信系统就没有意义，也不是一个正向激励的做法。他解释实际上这个财新这篇文章就要告诉大家，尤其是你是按揭贷款买房的，或者是你现在欠银行钱，你该怎么处理？打12378，不要找那些灰产公司，什么黑产公司，不要帮你消除什么不良记录，帮你跟银行谈判的，你给他5万块，你自己去打12378。俗话说就是哭穷，就是卖惨，就要求他减免利息、展期。2025年会有越来越多的房奴按揭贷款买房的要暴雷，也是扛不下去了，毕竟扛了好几年了。这个时候要学会跟银行谈判，争取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方案。我想很多人恐怕能用得上这一招，不要再去把钱送给那些什么中介。最近这个 DeepSeek 比较火，杭州6小龙也比较火。网上一篇文章，新京报刊登的，叫 DeepSeek 带火杭州楼市，房产中介说带看增多，房价平稳。我们看看新京报它是怎么说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那些炒房客就开始在炒杭州的楼市，什么 DeepSeek， 什么杭州6小龙，杭州的楼市也要腾飞。我们看一看它能不能飞起来，飞到哪里。DeepSeek 深度求索火了，在杭州楼市也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小王所在的链家门店就在武林商圈，距离 DeepSeek 总部所在的汇金国际不足1公里，其南面建成于2015年的新湖武林国际，目前二手房挂牌价7万元到8元每平米；建成于1998年的水星阁，目前二手房挂牌价约3.5万元每平米。在武林商圈经营多年的中介小王刚从老家返回杭州，就忙着带看，晚年春节回来都没有多少带看量，都是我们主动约客户，而今年回来都是客户主动约看。春节假期结束到元宵节这几天，平均每天都有2到3组带看。不仅如此，在杭州6小龙火遍全球后，杭州市场上甚至出现了龙区房说法。那么杭州楼市真的火了吗？还有龙区房、学区房，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就是杭州不放过任何一个炒房的机会概念。说提升市场预期和置业信心，带看的主要是本来就在这里工作的刚需改善型客户，基本都是自住需求，也有在杭州工作居住或者想给孩子买房的本地客户。小王称，今年春节后带看量、咨询量确实比往年多，这与杭州楼市企稳相关。目前二手房价格也降到了底部。说与此前阿里巴巴带火杭州未来科技城板块不同，杭州6小龙大多在杭州的主城区附近，大多为二手房小区或改善型新盘。所以 DeepSeek 火了后，有当地经纪人也在社交媒体晒出二手房带看火爆的情况。今年春节后带看量确实增加了，但是因 DeepSeek 总部在这就来投资的还没听过类似成交案例，纯投资的话目前不太建议。杭州买房还是基于工作居住需求，去年在武林商圈买房的也是各行各业都有，不单单是一个行业。小王于是说也就是很多人在那忽悠什么6小龙、什么 DeepSeek 能够把房价带起来，这简直就是做梦。因为他一共才多少人？阿里巴巴他在杭州总部有多少人？他提供多少就业岗位？关键还有多少人是基于阿里巴巴周边服务的，对吧？这又是多少人？提供了大量的高薪就业岗位。只有这样的企业出现，才能对当地的房价形成一定的拉动效应，因为它批量的产生这些高收入群体，这些高收入群体他必然要买房，他有房子他要改善，没房子要买房，而且都在公司附近买，那周边的楼盘不光是房子涨价，他连租金都要上涨。杭州6小龙对杭州楼市有一定的热度拉升作用，但没有网传的那么夸张。中植研究院华东大区常务副总表示杭州近2年楼市凭借红盘热度效应维持市场的韧性，近期杭州6小龙的高热曝光全面提升市场的购房预期和置业信心，叠加取消限房价政策后地王现象和项目的逐步入市，为2025年楼市企稳打下坚实基础。现在的成交数据没有出来，但咨询量、带看量确实有所提升，是否能转化为成交有待于见证。杭州二手房从去年以来一直处于以价换量阶段，目前随着成交量上来正在企稳，但是所谓房价暴涨那是不存在的。小王补充说也就是说新京报报道杭州的二手房确实成交量上来了，那都是以价换量，就是房东降价，你降价房子就卖出去了，以价换量换来的。什么杭州的房价暴涨那都不存在，都是媒体有的中介渲染，炒房客在那炒作。 DeepSeek 火了以后，相信更多的人才、更多的创业者、更多的大学生愿意来
杭州扎根，在杭州开工作室的小刘向记者表示，杭州的营商环境确实一流，办事效率特别高。一直以来，杭州作为长三角前2线城市，对人口的吸附力仅次于上海。由于2024年杭州市人口主要数据公报还没发布，按照截至2023年末数据，杭州常住人口1252万人，同比增加14.6万人。与浙江省内的其他城市相比，杭州过去12年来常住人口增量和增幅均位居全省第一。2024年杭州 GDP 为21860亿元，在全国稳居第8。但是杭州的人气给人感觉是第一，所以说北上深广，咱们通常叫一线城市。那一线下面就是什么？有人叫新一线，或者叫超什么2线、强2线，这里面就是少不了杭州、成都。问题这杭州的 GDP 只有8%，只有排第8，名声在外。说由此可见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导入，正是杭州吸引人才的关键。而不断涌入的新杭州人，又构成了杭州楼市源源不断的购买力。另一方面，杭州楼市的沉浮也确实与互联网产业的兴衰息息相关。一个阿里巴巴带火了未来科技城，在2020年后，位于杭州未来科技城销售人员会说有多少房源是定向给阿里的，僧多粥少，阿里人都不够分。你看看，3年前我就说了，失去了阿里巴巴的杭州，就失去了灵魂了。没有阿里巴巴的杭州，那跟济南有什么区别？甚至比不上合肥。有很多人理解不了，听不懂，还讽刺说我不懂杭州，说杭州有多少上市公司，有多少卖水的，多少卖皮鞋的，那跟杭州的房价有什么关系？现在回头看看，还得靠吹杭州六小龙，不吹杭州的娃哈哈，不吹那个皮鞋。为什么？你吹皮鞋、吹水没用，你只能吹深度求索 Deep Safe， 你只能吹那什么机器人。你只有讲这个，有可能把房价给拉起来。但事实现在也很难。2022年春节有一个成交案例是，原先于2019年6月购入，总价为375万元的阳光城未来瑞项目的房子，在3年后2022年同户型成交价格高达880万元，成交单价从3万元飙升至7万元每平米。而近2年来，随着互联网大厂步入深度调整期，杭州未来城的房价泡沫被挤出，阳光城未来月项目当前成交均价在3.9万元每平方米。你看看这个新京报的小编是不是看了我的节目？3年前是不是我天天建议在杭州，如果你失业了，你赶紧把房子卖掉，你一套房子你能卖300万啊，你到郑州花100万买套房，那200万存银行，然后再拿10万块钱就买个比亚迪，开网约车，快活似神仙了。你现在看看，如果你杭州的房子没卖300万，现在恐怕也就值150万，你还不一定卖得掉。你在郑州100万买的房子，你顶多再赔50万，你还剩50万，你银行存款200万那是不动的，给你产生利息。你那比亚迪的车子每个月给你带来好几千的收入啊。现在你再看明白已经晚了，因为网约车营运证你办不了了，杭州的房子想卖也卖不了了，你得降价。认为杭州六小龙会带火杭州楼市，大概也是这个逻辑，但现在的市场环境不一样，何况杭州六小龙和阿里巴巴的体量也不能比。这个是专家说，这不就是咱们前一阵子天天说的吗？阿里整个的职工在全国20多万，你个 DeepSeek 一共多少人？好像只有100多，不到200人。杭州六小龙火了，更多的是带来整个杭州楼市的信心提升，是一个长期效应。杭州本地一名资深从业者表示，实际上这个说的都不是特别准确。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存在杭州六小龙，我现在对杭州六小龙是抱有一定的怀疑的，也就是可以再往后看一看，它到底是不是龙，是真龙还是假龙，是蛇还是龙？你要不要那么早的下结论？看一看，如果杭州真的出了六小龙，哪怕是别六小龙，就出一条龙，出一条真龙，那也不错，可喜可贺。说明什么？说明杭州的营商环境不错。这个能说明科技企业为什么往杭州跑啊？那还不让营商环境好吗？那营商环境好的一个指标，或者跟着营商环境成跷跷板关系的，那就是房价。你房价越高，实际上对营商环境是不利的。所以作为杭州的主管，他应该是对杭州的房价采取压制措施。如果你真的看好科技，你要想把杭州打造成中国的硅谷，没毛病啊，那你就得想办法，不能让它炒房。炒房反而你把人炒跑了，很多粗创营企业根本去不了，因为你的房价太高，我待不起，他也招不到员工，员工去了，那工资还不够付房租的，你就没有那么多科创营企业，没有成千上万的这种
种科创型企业，你怎么可能跑出真的龙出来呢？你以为龙是定向培养的是吗？是几万家企业，其中有那么一两个脱颖而出。作为地方政府，你应该为那几万家服务，那几万家里面说不定就有一家是 DeepSeek，说不定有一家就是未来的阿里，你哪知道哪一家成？所以你只能为大家服务的一个标准，对吧？你房价就不能太高。所以你看这个高房价实际上是抑制这个创新。当然了，你是高房价对阿里那没关系啊，阿里的职工，阿里这样的企业它能扛得住，但是对很多这个初创的科技公司它扛不住。所以说啊，一个城市真的想搞什么八小龙，那它一定会在炒房这块要加以限制遏制。所以杭州这些炒房的人还是歇歇吧，算了。这杭州房价本来就虚高，你还在接着炒，不到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如果咱们借鉴炒股会员投资啊，那很多人就懂了，越到末端是不是越要加速？一定有个加速过程，一旦加速，实际上虽然加速这个过程很痛苦，对很多人来说啊意味着破产，但是一旦出现加速，就意味着短时间恐怕就结束了，这就是最后一跌。最后一跌那是最血腥的、最残忍的，但是往往意味着最后一跌完了之后开始爬坡，那是真的稳了。那我们现在看到了最后一跌吗？还没有。看到加速了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楼市稳住了，这个显然还有待观察，对吧？要看它加速下跌。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